格倫費爾大廈大火，造成72人罹難。兩宗火警都同工程以及物料有關。由陸子晴報導。火勢沿住外牆迅速向上蔓延。倫敦格倫費爾大廈係喺2017年6月14號凌晨近1點起火，僅2個鐘頭已經燒通頂。燒得咁快，傷亡咁慘重。調查報告歸咎呢棟樓齡40幾年嘅24層大廈新近翻新加裝嘅鋁塑複合板，唔單止可燃，更加會釋放有毒氣體。消防最初指示居民留喺原地靜待救援，但係救援追唔上火場擴大嘅速度，加上大廈防火門、消防管道、通風系統種種失靈失誤，環環相扣，最終令到呢棟福利房屋淪為逃生無門嘅死亡陷阱。維修工程惹禍並唔係單一個案，上海2010年亦都發生過同類慘劇。靜安區一棟教師公寓喺當年11月15號下晝2點幾起火。上海市調查話，當時有無牌電焊工違規喺棚架上面燒焊，意外點着咗下層堆積嘅違規保溫物料，再波及棚架外面包滿嘅易燃尼龍網，以致火勢好快咁垂直蔓延，波及四周。唔少住戶嚟唔切走，受困。事件中有54個人被追究責任，包括違規嘅工程負責人，仲有多個當區嘅時任官員被指貪污，將翻新工程轉包俾唔合資格嘅承建商，濫用職權、受賄等罪名成立，判囚13年至16年不等。善後追責過後，防範悲劇重演亦都係重要課題。日本政府就吸取咗1996年廣島高層住宅大火嘅教訓，當時大火由9樓沿住唔防火嘅外牆失控蔓延到20樓，促使當局修改消防法，規定高層建築由建材到裝修都要使用非易燃物料，大樓入邊亦都要安裝灑水器。Now TV 記者陸子晴報道。國際方面，英國政府公布當地正移民人